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5，旧历的5月初3，礼拜三。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台北艋舺龙山寺是出名的观光景点，有歹徒真大胆，就选伫这个所在来抢劫。一个查甫人专门伫咧暗时啊找查囡仔下手，抓这个空气情感威胁，讨要爱钱爱手机啊。等人甲物件交互伊了后，也无要放人煞，搁共喷辣椒水，实在是有够可恶。即摆去由警察抓起来咯。画面中，这个地无的查甫人出现伫顶仔骹，手有摕一包物件，找一个乌托摆目睭面啊，安尼照照咧，确定讲面互人看袂出来，就随到艋舺西昌街，凊彩去找闹锅旁的小姐抢劫。当时这名女子才刚离开家，就碰上男子持 BB 枪要挟她交出手机还有现金。随后这名女子交出现金之后，这男子居然还对她喷洒辣椒水。恐吓取财发生伫顶个月27，地点伫咧出名的观光景点龙山寺附近。乡员唔管这个过路人遮济，当场就举空气枪抢劫。他假借搭讪被害女子然后并从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取出预藏的玩具手枪。那离去时，并朝被害人喷洒辣椒水后逃逸。警方调监视器一日清查了后，发现讲，这个牙穿恐吓的嫌犯是30岁，出外拢坐捷运，用行的方式随机犯案。案发后12点钟，警方就抓到人啊，将伊依照恐吓取财移送。警方嘛呼吁女性暗时要转去的时，尽量行大路，尽量莫行巷啊。拄到抢劫的时，第一时间要先确保自身的安全，再向附近的店面也是海关派出所求救，提供相关特征，和警方会使赶紧抓到人。